等到牙髓發炎先嚟驚，到時就唔係補牙咁簡單，係要杜牙根。好彩仲未蛀到牙髓，如果再蛀深啲就要杜牙根啦。依家可以補咗牙先。當蛀牙深到入牙髓或者牙根生牙瘡，就一定要做杜牙根先保得住隻牙。牙醫會清走入面發膿壞死嘅組織，再徹底消毒填充。因為杜完牙根嘅牙齒會失去營養供應，變得脆弱同容易變黑，所以最後一定要套翻個牙套。我唔想杜牙根啊！老婆，試下呢支 Oilwell 牙齒牙齦加強劑啦。佢唔係普通牙膏，獨有 Ackermans 納米技術可以令珐琅質再生。每日刷牙就幫你自動填補微細牙孔，封死晒啲細菌侵蝕路徑，由源頭預防蛀牙。仲有啊，佢可以幫你清走晒啲煙搽酒漬，長效美白，有效改善冷熱酸甜敏感。最重要係佢可以抑制口腔細菌，幫你收縮腫脹牙齦，鞏固牙根。以後刷牙唔再流牙血，口氣都清爽晒，咁就唔使擔心要杜牙根啦。刷牙停留2到10分鐘，微溫感代表修復緊。牙齒牙齦加強劑，預防蛀牙，由每日強化牙齒開始。Oilwell，保護現在，守護未來。